能跟我一样哦，听不懂，哈哈。好，哎，对对对，没有关系，我这边有翻译啊。好，我直接讲吗？好，各位的来自高雄北区的族人们，我们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北区阿美族丰年祭，然后这个地方跟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见面跟聚会。那我们待会呢会有一些演出献给大家，那这些演出的歌曲呢都是来自花莲太棒部落，还有台东的卡奇代部落的歌曲，然后奉献给大家。然后如果大家可能是阿公阿妈，或是爸爸妈妈，或者是哥哥姐姐们、弟弟妹妹。如果觉得很耳熟的歌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唱，不要害羞。我们就不要害羞的，然后就放出你们的声音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同唱，让我们一起怎么讲？思念故乡吗？好，一起哦。好，那待会我们就直接开始喽。接下来带来我们的海浪组曲海浪组曲。哦
多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待会还有很多首歌要献给大家。那前面那3首呢，都是代表着聚会时的一起开心欢乐的那种感觉。那就好比说今天的我们这个状态，我们今天大家聚在这里，我们是以一个怀抱平安啊快乐的心，然后来到这个地方聚会。然后这个聚会呢，有阿公阿嬷，可能有兄弟姐妹，有爸爸妈妈。那我们在这个时刻呢，就是要快乐。对，好，那因为我们前面呢，上面有跟大家自我介绍哦。没错。对，没错，没有自我介绍，忘记。对，好，先让我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然后我的爱好，跟我是那个干嘛波隆。大家好哦，我的名字叫做马让巴奈。我的故乡在花莲海巴朗部落，还有马里巴西部落。那今天就是有一个机会呢，到这边能够献丑了，给大家听我的歌声，还是很高兴的心态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欢迎第2位的我的主唱者跟我们自我介绍。嗨，大家好。我在寻找一下我的那个台东的同伴，有没有台东的朋友？我看到那个了。有。台东哪里的？长滨可以，很近，我在成功。好，我是成功和平的鼠奈。鼠奈阿照，大家可以叫我鼠奈就可以了。和平的在这里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拉菲，的族语名字叫拉菲，然后我是来自光复乡的沙老部落，有没有光复乡的？有，好，等一下晚上，开玩笑。你是哪里的？最近。要问那么细喽？对，可能是亲戚。那我们的自我介绍就到这边哈。那我先跟大家就是小介绍一下，待会我们要唱的歌。刚刚的歌呢，都是我们海边的，就是属于海边的歌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慢慢往山上那边走，我们就往内陆都可以是吗？明明就是平原，我们就在山上。好了，待会呢就会唱几首歌给大家，来自我们平原纵谷的歌曲，然后也是阿美族的传统歌谣。好，来。好。No
哦，那边，哎，有。我们这一组的歌比较跳痛哦，前面很难过，后面一把哈山，日子还是要过。好，那我先介绍一下哦。那前面我们当第一首，哦啊咿耶呀，哦耶呀，那首歌呢是应该是中部地区的阿美族都会唱的歌啦。然后这首歌呢是在形容塔古拉铁金。大家知道塔古拉是什么吗？啊，也有青蛙。bingo。对。那为什么会讲到青蛙呢？因为这首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。他在讲长袄这件事情，什么是长袄？长袄就是我们的项链，没错。那他为什么会把项链去跟青蛙做比较呢？好，大家有没有看过青蛙的眼睛？有的没有。反正呢，老人家会形容说，那个项链啊，就像青蛙的眼睛那样漂亮，那样的美丽，然后戴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。我们自己所心仪的人身上，那个就是一个圆满了。好，那大家刚刚听青蛙歌的时候，有没有听到那个有一个就是重叠的歌？重叠的歌，对，就是比较平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啦。反正另外一首其实是太巴郎的项链歌，曲调跟青蛙歌很像，可是我们是只有唱到项链而已。那我们太巴郎这个项链歌呢，是在讲述说，孩子在快要就是从小孩变成青年的那个时候呢，准备进年龄阶层那个时候，准备有喇喇的时候，那妈妈呢就会帮小孩做那个项链，长哦，然后戴在小孩子身上，就是跟他说啊，我阿婆，我的孩子年纪长大了，那希望你带着妈妈的寄望，家庭的期望，乖乖的成长，然后快乐的，然后。平安的成长这样子，然后第二首歌呢比较孤单哦，因为比较难过啦，就是刚刚听到了嗨呀个不依呢，这首歌呢是在讲述说他应该是单身的歌曲吗？就是我领唱的啦，对，好，我们今天都单身，好，反正呢刚才我们第二首歌呢是在讲述一个人就是比较难过的时刻。对，比较难过这样，对，还有一个古音呢，只在这个古音呢，敌人，在我 radio， 他说哦，妈妈，我都一个人，单身。好讲。那第三首呢是我们的军舰歌，要不要介绍一下？军舰歌，在台东，我是听一个老人家说，他们那个时候在日治时期嘛，还是在就是会在他们的部落呢，往他们的海看的时候，就有看到很大艘的船，对，那很多很大艘的船，所以他们就边唱这首歌来边看这个样子。第一次看过那么多船在那个海边，然后而且很大，所以就是军舰歌就是这样出来的，我觉得这就是有一种阿美族的精神啦。我们即便困苦，吃的也是苦，生活苦，吃的也是苦。可是呢，我们苦中作乐，不要怕，对，勇往直前，那就对了。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会唱一首我阿嬤的歌因为这首歌呢是蛮难得的啦，所以想说分享给大家。应该其他部落应该没有了，是只有我阿嬤才知道。因为这首歌呢是我的阿祖。是我阿嬤的，我外婆的妈妈，她在我阿嬤小时候的时候唱给我阿嬤听的，然后我阿嬤在最近的时候才偶然想起说，我妈妈很像有唱过这首歌，你是个月亮不是不是张惠妹啦，是主语歌，然后待会呢，我们会唱给大家这一首，来自我阿祖的《四季之歌》。那这首歌呢的背景比较特别，是日治时期的时候所吟曲的。那里面很多大家听懂一些日文，那请大家多包涵。然后待会唱完的时候呢，会告诉大家说这首歌的意思是什么，很有意境，很美。好。
春夏秋冬，哎，好。刚刚那首歌呢，其实是带点悲伤啊，对，因为我不知道哎，可能大家觉得阿美族很快乐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大家真的是在苦中作乐啦，对，就是用，即便生活上面很辛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一首歌或者是一个聚会，一杯米酒。Mga idol，satu kumang那这首歌呢？那这首歌呢是讲出说，他不是有在讲说，春、夏、秋、还有冬，那就是日文的春夏秋冬之意。那这首歌呢，只有这春夏秋冬的词在改变了，那其他词都一样，就是说啊，夏天了，那我们就穿上夏天的衣服。那我应该要慎重的跟夏天穿衣服的那个人告别，再见。所以这首歌有点离别之痛啊，所以我不知道说，所以我阿嬷唱出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在不经意想起说，我的阿祖在那个时期到底是经历了什么离别的难过吗？对。然后刚下一步能讲的，用唱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阿美族的一个习惯，就是我不能讲明白，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得太痛，所以我用唱的，用言语的，用肢体的，肢体是这样比。好，那基本上是这样了，春夏秋冬之歌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就往更快乐的地方走了哦，更快乐的地方。那这几首歌呢，都是以海边跟中国的一些生活歌谣，那会慢慢陆续带给大家。好。